现代台语圣经耶利米书第2章，上主的话临到我讲，就对耶路撒冷人大声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会记得你少年的时的爱情，新婚的时的恩爱，伫旷野，伫毋捌种作的地。以色列是上主圣的子民，是上主初识的果子。所有吞食伊的，拢有罪，灾祸会临到因。上主安尼宣布：雅各的后代，以色列逐支族，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恁的祖先敢捌发现我有啥物毋对，竟然离开我远远，去军地虚无的神明，家己煞诚做虚无。因无问迄个带阮出来及，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岖的沙漠，经过焦燥甲黑暗的所在，无人行过、无人住的地，迄位上主伫倒位？我带恁进入肥果水的地，互恁食内面的果子甲好的物件。恁一个入来，就损断我的土地，污染我赐互恁的产业。这是毋捌问上主伫倒位，教律法的典毋捌我，官员忤逆我。先知奉巴力的名传信息，缀无路用的神明。所以我上主讲，我要控告恁，要甲恁的后代争辩。恁着去西边的基提，才会倒看；去东边的基达调查，看因减捌做即款代志。有倒一个捌换过因的神明，其实遐个拢毋是神。毋过我的人民将因阳光的上帝换做无路用的神明。天啊，恁减袂因为安尼着惊，减袂因为安尼惊吓皮皮喘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我的子民做双重的歹代志，因放杀我即个活水的源头，去挖一个袂积水的水池。以色列减是奴隶，减出世就做人的奴才，哪会诚侪纳物？对着亲像少壮会使往伊吼，对伊大声喝，因互伊的地荒废，互伊的城毁坏，无人住。埃及的明菲斯人甲答比勒人剃光你的头壳，这敢毋是你家己惹来？上主你的上帝带你行路的时，你放杀伊。当你去埃及啉尼罗河的水，敢会当得到甚物利益？你去亚述啉幼发拉底河的水，敢会当得到甚物好处？你家己的罪恶要刑罚你，你家己的不忠要控告你，安尼你就会清楚明白。放杀上主你的上帝，无敬畏我，是偌尼啊邪恶，偌尼啊不幸。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你对古早就讲长你的担，透开你的舌，讲我毋服侍你。你伫逐个山峦仔，伫逐丛青翠的树下面，亲像妓女倒地。你原来是我栽种特选的葡萄树，
是纯种的葡萄树，竟然甲我变做野种的歹树枝。你用剑用真侪杀文水，毋过我还看会出你罪恶的分野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你哪会讲我无拍拉闪家己，无去缀别人？你看，你伫山谷中的行为，就知家己的所做，敢若牛走的单峰骆驼母，四界乱撞。你阁亲像惯死住伫旷野的野驴母，乌起攻心的时就疲惫喘，少的时啥人甲伊控制会牢？讲的驴仔真紧就会当找着伊，交配的季节一定找伊画着。你毋通缀人走甲会破去，毋通兴甲拿互担。你竟然讲无彩工啦，无法度啦！我着爱缀生份人，我要缀引走。贼仔互人掠着，会安怎见效？以色列家，包括因的王、因的官长、祭司甲先知，嘛会安尼见效。因对柴头讲：你是我的老爸；对石头讲：你是我的老母。因脚只疼怨我，毋肯面看我，到拄着灾难的时，才甲我讲：求你来解救阮。恁为家己做的神明伫倒位？恁拄着灾难的时，叫因起来救恁。犹大啊，恁的神明亲像恁的城镇遐济。恁若要甲我争辩，恁拢背叛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无采我咧督责恁的囝儿，因拢毋肯受管教。恁用刀杀死先知，亲像凶猛会使得吞食。恁即世代的人，着听上主的话。对恁以色列人来讲，我减亲像旷野，也是黑暗危险的地。我的子民哪会讲阮自由啦？无要搁倒转来你遮。少年的女子减会袂记得伊的珠宝，新娘减会袂记得家己的新娘衫。毋过我的子民，毋知偌久以前就袂记得我。恁遮贤找爱人，连上歹的查某嘛着甲你请教。恁的衫具有污垢，散赤人的血。其实因并无偷摕恁厝内的物件。虽然恁做遮的代志，恁还讲我无做。上主已经甲我赦免啦，着知我一定会审问恁，因为恁无要承认家己的罪。恁若撞来撞去，不是在改变方向。恁投靠埃及，会亲像以前倚靠亚述安尼自处见效。恁一定会亲像俘虏，双手摸头壳离开埃及，因为上主已经去杀恁所倚靠的。恁袂当因为投靠因得到利益。